来看总部设伫塞浦路斯的俄洪基金，顶个月底雄雄宣布破产倒大，因为俄洪基金过去讲有8%的报酬率，写袂少人投资，国内受害者都有万外人，拢总共骗走2000亿。目前受害者遭自救会却拢无得到回应，有律师建议法务部透过国际金融机构启动跨国调查。伫暗一波催暗也是无法度暗砍失落的眼神，受害者底线钱甲朋友合资买俄洪基金，其中有个人是提出老本来投资，即马求助无门，各装袂出跨国诉讼的费用。讲我跟我的朋友好了，我们金额就超过1亿，许多人的是他的退休金，65岁遇到这个事情刚办退休，现在又要2度就业。受害人表示，自救会透过管道向主管单位申请，得到这是金管会业务的回应，形容拄到2点啊。面对统计，俄洪基金停售风波个人受损失金额恐惊超过2000亿。批评政府放纵业者违法销售非法基金，让受害者求助无门。律师指出，因为俄洪是境外公司，建议由法务部来启动跨国调查，可以要求法务部来执行看看的就是说有关于强化查缉跨境诈欺犯罪能量呢，有一个叫做短期任务型的联络官，针对这些犯罪不法所得要去追缉的呢，反而我们现在需要各国来帮我们的忙。金管会进前表示，经过查证，俄洪基金无经过金管会核准，对非法贩卖调付公司自104年开始，已经真济摆移请法务部调查局侦查。相关诉讼案件也在进行当中，金管会继续呼吁民众透过合法的管道来投资。记者综合报道。